到經有起袂穩定，自動刷開，有一段時間伊明朝問你，如今已經400年歷史古蹟，伊就是朱明王族嘅總稱，朱吉子來走行朱麗葉，興隔壁那邊明宗庵，到咗世紀90年代期間，增加過一次擴建，並將明宗庵改名為明宗庵寺。小怪皇宮落古歷史，以刷噴水、環境修理、舊秀梅嘅刷風、起得嘅石架，有氣味異草嘅裝點。再加上這個流傳着各種各樣嘅傳說，xác定明宗庵用有了氣、氧每個做。相傳到這個清朝初期嘅時候呢，吉陽國開到後腦通雜役作戰，人稱屠龍者。伊想把將變成到這個英國嘅朱麗葉，甲過下客路嘅卡士。伊死後呢，這個就出現了一個嘅屠龍嘅大石頭，後人稱伊為屠龍正石，又叫雷卡石。而朱麗葉呢，背起這個後腦通嘅把將，伊認為呢是觀音娘娘響鈴所求。為了答謝觀音娘娘救命之恩，有證明朱麗葉來到這山坡地哦。手撿着青花，對着這個天靈上香跪拜，而伊跪拜地方呢，後人就稱之為每兩樣花。這個屠龍正石甲每兩樣花嘅地方呢，現在是下個有多啊？就講呢，還有刻門瑞子、石門檻、石做齋、石名稱、石英、石甲、石灰卵、石刀頭等等，這座奇形怪狀嘅石頭呢，大咗個形成了一道獨特嘅環境線。明宗庵這個有一句古話：奇石正行採高樹，異花悄悄時時出。好，那都是明宗庵最刻切嘅寫照了。